的萤火虫在交尾巴哎。萤火虫怎么那么喜欢在这个秋葵上啊？你看都在秋葵的果实上呢。你看它这个没有什么果实的，还小小的哈，就没有那么多萤火虫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个也是萤火虫很多哎，都是秋葵的果实长得又大又粗又长。哦，想要来摘，过了几天，结果都太大了。那尾巴也要看看那软软的就可以，还可以。哦，怎么有那么多萤火虫啊？而且都是交尾的，整一对一对交尾巴的嘞。